大家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尤伯牧师。今天10月2号在家会主，我们主要分享的是成为和平的使者。要读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7章2到7节。首先呢，我们来读今天的金句。但是那位鼓励灰心丧志的人的上帝，借着提多来鼓励我们。哥林多后书7章6节。这段经文的大要是在讲保罗因为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跟他的关系恢复了，而感到安慰和喜乐。针对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保罗写了哥林多前书这封书信，来指出他们的错误。他曾经拜访哥林多教会，因为他对教会的处境感到忧虑。但是这一次的拜访短暂，并且没有积极的效果。其中有人挑战保罗的权威，之后呢，又攻击他。而哥林多信徒并没有为保罗辩护，也因此他和教会之间的关系就受到影响。于是那保罗就又写了哥林多后书这一封书信，他希望教会要改变态度，并且要处罚这些制造事端的人。而这一封书信就交由提多带到哥林多教会去，他身带任务要稳定教会的局面。后来提多他很顺利的完成任务之后，他在马其顿与保罗来见面，并且他报告哥林多教会的情况。原来哥林多信徒已经承认他们的错误，并且处罚了制造事端的人。保罗他要哥林多人要宽大的心，收纳他和他的同工，因为他虽然责备他们，可能他讲话非常的严厉，但到底还是爱他们，也是为了爱主的缘故。所以保罗和他的同工在生活为人方面，他说，我并没有亏负你们哥林多人的地方，也没有在物质上的好处贪图什么便宜，或者是有人有叫什么人跌倒的地方。哥林多人应该因着使徒为人的清洁公正而收纳他们，不该只因他们说了责备或者是忠告的话来把他们当作外人。其实保罗他在劝告的当中，我们看到保罗他跟信徒之间的关系非常的亲切，就好像有血统关系的同胞骨肉一样。他为了骨肉至亲，他非常的忧虑，所以呢，信徒受了他的责备之后，还是觉得很快乐，因为他们所感受的是父爱的劝责，而不是审判官的判罪。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常常会有这种真情的流露。所以呢，我们看保罗他为他们来夸口，满得安慰，因为他们接受了劝告而悔改了。虽然他们有很多亏欠，但由于呢他们的悔改，他们肯听保罗的话，因为这样就叫保罗他大得安慰。这次提多带着任务来造访哥林多教会，可以说非常的成功。
他成为一位和平的使者，也修复了保罗和教会之间的关系。当提多回程到马其顿的时候，他就把哥林多人怎么样想念保罗的消息告诉了保罗，这也使他在征战的这样的过程当中他内心丧气的时候得着了安慰。我们来默想，圣经说促进和平的人多么有福啊！那上帝要称他们为儿女。我们想一下，你曾经帮助人和好过吗？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来到了世上，借着你使我们得以跟天父上帝和好，又是给我们有传和好福音的职分。但愿圣灵赐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力量，使我们能够积极传扬福音，使世人能够接受福音，也能够建立与上帝和好的关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并给我们好评。我是尤伯牧师，祝福您一天都充满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次再见。